各位大哥大姐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医生朋友。今天我们要聊聊很多长辈每天都在吃的燕麦。大家常说吃燕麦能降三高，对心脏好，但是我有话要直说。同一碗看起来很健康的燕麦，如果你加错了东西，你以为是在养生，其实你每天早上都在血管里铺一层黏黏的油泥。特别是60岁之后，这不是你不努力，而是身体的路。老了血管就像公路，用了几十年难免会旧会硬。同样的吃法，对年轻人可能没事，但对60岁以上的你，影响会比年轻时大得多。你一定要听到最后，因为第一名的加料，很多人都吃错了方法。如果你今天看完影片就停在这里，不把正确的配方学走，你可能会继续用这种看似健康的早餐，把血管越吃越硬。半年后的健检数字照样难看，甚至会觉得走路越来越喘，手脚越来越冰冷。这不是要吓大家，今天我不谈艰深的医学名词，我要教你一套长辈真的做得到、吃得下，也能长期维持的一碗通路配方。我会告诉你5样加料怎么选，放多少，还有3个天天有人踩的燕麦地雷。最后还有一套7天循序做法，让你轻松上手。不要忘记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以便接收我们提供的最佳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有在关注这段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评论区输入1，如果没有，请输入0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在意这一碗燕麦？我们把身体的血液想象成车子，血管就是公路。你年轻的时候，这条路很宽，路面很有弹性，车子怎么开都顺。但到了60岁之后，这条路面开始变硬变脆，甚至开始出现裂痕跟坑洞。这就是我常说的观念转折。燕麦虽然是很好的路基，但如果你只吃燕麦，光有路基是不够的。你还需要能帮忙清理路面，减少坑洞，让车流变慢的辅助材料。所谓的三高，其实就像是车流量太大，路面变太滑，路边违规，停车又太多。血管阻塞跟硬化不是一天造成的，但你每天的早餐都能决定你是要把车流疏导开，还是要把路堵得更死。很多长辈会觉得年纪大了，身体出问题是正常的，但我告诉你，我们不追求一次改掉所有生活习惯，那太累了。我们只做早餐燕麦这一件小事，把它变成你每天最强稳的健康资源。你不需要挨饿，也不需要进行极端的断食，你只需要学会如何调配一碗更聪明的燕麦，让你的血管通路重新找回年轻时的顺畅感。在教大家怎么加料之前，我要先拆穿3个最常见的燕麦地雷。第一个地雷就是加了太多的糖、蜂蜜或是加工果钳。很多长辈觉得这些是天然的，但其实甜度非常高。这就像是让血管里的车流突然爆冲，对原本就脆弱的路面造成极大损伤。第二个地雷是即食甜燕麦包。这种包装虽然香喷喷又方便，但里面往往藏住大量的糖分跟人工香料。你吃完之后，血糖会像云霄飞车一样，精神先变好，然后迅速崩溃，反而更容易累。第3个地雷也是最严重的，就是只吃燕麦。很多人觉得燕麦健康，就单吃一碗，没加蛋白质，也没加好油。这样吃很快就会饿，血糖起伏大，到了下午你会感觉特别疲倦，甚至头晕脑胀。其实这不是你意志力不够，而是你那碗燕麦少了稳住一整天的关键能量。现在开始，如果你想吃甜，请改用肉桂的香气搭配原味莓果。如果你想要口感，可以加点核桃碎。如果你想吃得更饱更有力，请加入亚麻籽粉跟一点点好油。这些小小的替换就能让你的燕麦从负担变成真正的补品。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你每天早上在厨房准备这碗燕麦，其实不只是在吃早餐，你是在帮你的血管修路。这套一碗通路配方的核心逻辑，就是把复杂的健康管理简化成3件事。第一，我们要让血管路面变得滑顺，减少废物粘附在血管壁上。第二，
我们要让血液的车速变稳，不要忽快忽慢，这样才不会撞坏路边的护栏。第三，我们要让血管路边不要发炎，不要红肿。用我们生活的话来说，就是不要让身体处于刺激的状态。等一下我要介绍的5样加料，它们各司其职，就像一支专业的修路大队。有的负责指挥交通，让车子不要乱冲；有的负责像扫街车一样扫掉路上的落叶残渣；有的则是负责铺上新的柏油，维持路面的弹性。大哥大姐们，你们不用担心会太复杂，你不必每天把5样全部放进去，只要先从其中的2样开始尝试，身体就会有感觉。等一下我也会预告一个最省事的3样组合，特别适合怕麻烦的人。我们不需要做到完美，只要每天进步1个点，就是在保护自己的命根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样加料，肉桂。很多60岁以上的长辈常跟我反映，早餐吃完之后，上午精神好像不错，但到了中午前后就会突然变得很累，很想睡觉。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我说的车速太快的问题。如果你早餐吃得太甜，糖分就像突然塞了几百辆车子上路，车子一多，路面磨损就快。而肉桂的角色就像是一位温柔的交通指挥官，它能帮助你的身体更有效地处理能量，让车流不要一下子冲太快，保持路况稳定。更重要的是，肉桂有一种天然的香气，能带出食物的甘甜，让你在不加砂糖的情况下也能享受美味的燕麦。具体要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燕麦煮好后，在上面轻轻撒上一层肉桂粉就好，这样香气最完整，不会因为高温煮太久而流失。分量大约是1/3到1/2茶匙。买的时候记得优先选气味温和、来源清楚的纯肉桂粉，不要买到混了糖粉的那种。我也要温柔提醒，如果你目前正在服用多种药物，请先从极少量开始试吃。如果身体觉得舒服，没有不适感，再把它固定下来。肉桂不仅能稳定血糖，还能让你的早餐更有层次感，是一举两得的好选择。提到橄榄油，很多人会觉得燕麦加甜的，加橄榄油会不会很奇怪？但这其实是血管通畅的秘密武器。我想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住在新北市的林阿姨，今年72岁了。她很养生，早餐吃了好自几年的燕麦，但身体检查的数字却总是卡住，没有进步。她常跟我说手脚冰冷，走一下路就会喘。她一直以为这是老化的自然现象，直到我建议她在燕麦里多放1匙好油，情况开始改变。大约2-3周后，她开心地跟我说，最有感的是吃完饭后身体不会沉重，手脚开始变暖了，下午的精神也好了很多。这不是什么神奇的仙丹，只是因为长辈的身体常缺乏好的滑顺材料。燕麦虽然有纤维，但如果缺少好油，血管路面就会变得浅硬，容易卡住。橄榄油就像是帮血管铺上一层保护膜，让路面更滑顺。核心的叫法只有一句话，不要加热橄榄油，请在燕麦准备好要吃之前淋上1茶匙的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拌一拌就好。你不会吃到油腻感，反而会有一种淡淡的果香与滑顺口感。对于咀嚼功能稍弱的长辈来说，反而更好吞咽。买油时不用追求最贵的，只要挑选原味、气味干净，不要有怪味的就好。这简单的一词，就是让路面找回弹性的关键。第3样，加料是莓果。我常跟长辈说，我们照顾身体不是只要活住而已，我们要的是活得有品质。你想要走路有力，头脑清楚，手脚温暖，这些都跟血管的健康息息相关。深色的莓果像是蓝莓、黑莓或草莓，它们就像是血管路边的防护栏。每天车子在路上开，难免会有一些小摩擦跟碰撞，莓果里的天然物质能减少这些小摩擦带来的损耗，保护路面不被破坏。很多人以为莓果只是装饰用的甜点，其实它是你早餐里最强大的保护罩。
具体分量大约是半碗或1把左右。你可以买新鲜的，如果觉得新鲜的太贵或不好保存，买冷冻的莓果也非常好。但请记住一个避坑指南，绝对不要买罐头包装的糖水莓果，那是多余的负担。如果市场买不到蓝莓、草莓，或是我们台湾在地常见的桑葚，也都有类似的效果。我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如果你是用冷冻莓果，可以在燕麦刚煮好、热腾腾的时候放进去。冷冻莓果接触热气会稍微出汁，那个酸甜的味道会自然融入燕麦中，完全不需要额外加糖，口感非常好。这份来自大自然的颜色，就是给你血管最好的营养补给。接下来这一样加料非常重要，它叫做亚麻籽粉。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血管公路上的小扫把。路面上每天都会产生一些落叶、沙石或废弃物，如果不管它，车子一压过去就会粘在路面上，久了路就堵住了。亚麻籽粉就像是一支温柔的清扫队伍，每天帮你扫一点、清一点。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做错的关键，我一定要提醒大家。很多长辈买整颗的亚麻籽回来吃，以为这样最天然，但事实上亚麻籽的外壳很硬，长辈的消化功能如果没那么强，整颗吞下去通常会原封不动地排出来，等于是白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强调要用粉。做法非常简单，去超市买现成的亚麻籽粉，或者买回来自己磨碎，每天早上在温热的燕麦里拌入1汤匙。它有一种淡淡的坚果香气，配上刚刚说的莓果，味道非常顺口。存放的时候记得放在冰箱里，这样里面的营养才不会变质，味道也不会变怪。亚麻籽粉不只能提供很好的纤维，还能增加饱足感。如果你是那种吃完早餐很快就想找零食的人，加了亚麻籽粉之后，你的血糖会更平稳，饱足感可以维持更久。这只小扫把是你每天早上清理身体最省心的方式。最后，我们要介绍第1名的加料——核桃。这是让路面有弹性、车流会顺畅的最关键拼图。很多60岁以上的长辈常有手脚冰冷、血压忽高忽低，或是走一走就觉得喘，睡醒还是觉得累的困扰。这通常是因为血管的弹性不够了。核桃就像是帮你把血管的路面弹性慢慢养回来的修复材料，它含有的营养素对心脏与血管非常有帮助。很多人跟我说，吃了核桃之后不一定会立刻看到数字变得多漂亮，但最先感觉到的是身体好像没那么紧绷了，血液循环感觉比较顺，这就是血管恢复弹性的初步征兆。不过核桃要怎么吃才对呢？建议每天大约吃4到5颗核桃仁，你可以把它切碎，等燕麦煮好后再放进去，这样可以保持脆脆的口感。这里有一个大避坑，千万不要买那种盐焗、蜜糖或是裹了焦糖的加工核桃，那些添加物会抵消掉核桃原本的好处，选择最天然的原味核桃就好。我也要提醒有在服用特定药物，像是医师特别交代要控制某些饮食成分的长辈，可以先从少量开始尝试，只要身体感觉舒服，没有腹泻或过敏，就可以每天固定食用。这颗小小的核桃就是维持血管年轻的灵魂所在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可能觉得要记住5样，加料有点困难，没关系，我直接帮大家整理出3套版本，你们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选一套，照着做就好。第1套是怕饿，下午容易累版，最适合活动量较大的人，燕麦加上亚麻籽粉、核桃，最后淋上1匙橄榄油。这套组合能量最强，能让你一整天都很稳定。第2套是爱吃甜但想稳定版，燕麦加上肉桂、莓果与核桃，这套口感层次丰富，非常美味。第3套是最省事入门版，如果你觉得样数太多很麻烦，就选这3样：肉桂、亚麻籽粉加上核桃。让我们再复习一次：1碗标准通路配方，1份燕麦，半茶匙肉桂，1汤匙亚麻籽粉，半碗莓果，5颗核桃。
最后淋上1茶匙橄榄油。如果你担心一下子改变太大，肠胃不适应，可以试试这套7天循序法。第1到2天，先试住加肉桂，让甜味不再依赖砂糖。第3天，加入亚麻籽粉，增加饱足感。第4天，放入核桃，增加口感与营养。第5天，加入莓果作为保护罩。最后2天，试住在吃之前淋上橄榄油，这样循序渐进，你的身体会适应得更好。最后，我也整理了几个诊间常被问到的问题。有人问，要每天吃吗？我的建议是，能固定每天吃最好，这像是在修路，每天修一点，路才不会坏。如果真的做不到，1周吃3到5次，也比不吃好很多。又有人问，早上吃还是晚上吃？其实早上吃最能帮你稳定一整天的能量，但如果你习惯晚上吃简单一点，燕麦配方当晚餐也是可以的。重点是你能长久维持这个习惯。还有长辈担心，可以一次全放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你的肠胃受得了，全放的营养最均衡。但如果你肠胃比较敏感，就请照着我的7天循序法慢慢来。最常见的失败原因通常是加了太多糖，太急着看到效果，或是买到了过度加工的产品。大哥大姐们，我们不是要追求变成一个完美的人，我们只是要在60岁之后，每天帮自己的血管修一小段路。这每天一小段的累积，在几个月、几年后，就会变成巨大的差别。你照顾血管，血管就会照顾你的下半辈子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或是你家里有60岁以上的长辈，请帮我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。1碗燕麦可能就是他每天最容易做到，也最温暖的自我照顾。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，活得更有活力。我是你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次见。